声名世景，大多拢是坐神轿。不过，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去年9月，确实用马拉松跑者以排价的方式排着罗里门马，用了21天的时间环台一日，为国家人民祈福。庙方特别出席记录这个台湾首次超马跑者排价罗里门马环台上课这本册，详细记录着一路以来的事项。该庙总干事陈春福23日特别带着跑者一支册来到市府，将这本册送予市长黄伟哲。在迄阵，你走到中间圣母庙的时阵，你当暗时我有来。对啊，你阮咧接物件是咱对对。参与环台世景的专册作者之一的林业产先生表示，21天环台的活动包含总教练蔡明义先生在内，有这轮流派着马祖的跑者总共有9位，大家一路以来做伙克服真侪困难，最后活动会当顺利完成，拢爱感谢马祖的保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